各位老友記，停低手頭上嘅嘢，聽我講句真心話，唔好覺得我又係吹水。今日呢個話題關係你全家嘅身體健康、財運亨通，錯過真係要拍爛大腿。好多人成日求神拜佛，買一堆招財擺件，大門朝向，揀咗又揀，結果仲係賺唔到錢，屋企日日嘈交，身體仲唔好。你估問題出喺邊？唔係你命水差，亦都唔係擺件唔靈，而係你每日開飯嘅一張飯台，呢個被你忽略到貼地嘅地方，先至係全屋風水嘅重中之重。我講句唔怕得罪人嘅話，好多所謂嘅風水師淨係識得睇大門睇睡房，連飯台嘅核心作用都搞唔懂，純粹係混飯吃。我做風水命理30幾年，見過成千上萬個家庭，十有八九嘅問題都出喺飯台上。今日我就插穿呢個秘密，全程冇廢話，字字珠璣，你只要聽入耳，返屋企動手調整一兩樣，全家嘅運勢同身體必定會有翻天覆地嘅變化。信唔信由你，試過就知。先同大家打個比喻，大門就係人嘅面，飯台就係人嘅肚。你塊面洗得再乾淨，搽得再靚，個肚爛咗積咗毒，你話呢個人可以健康長壽，可以有好財運，簡直係痴人說夢。飯台係全家聚氣、吸收正能量嘅核心地帶，一日三餐全家圍坐。呢度嘅磁場好與壞，直接影響每個人嘅氣血、心情同運勢，比大門同睡房更關鍵。你屋企飯台嘅磁場搞壞咗，門口擺再多金蠶、發財樹都係白費功夫，等於面光肚爛，冇半點用。今日我就直入正題，飯台上有3樣嘢絕對唔可以出現。只要你屋企有，聽完呢段話即時清走，唔好猶豫，唔好息力，遲一日清就多一日影響。呢個唔係我亂游，係我幾十年實戰總結出嘅鐵律，亦都係老祖宗傳落嚟嘅風水智慧。聽完你就知我係真懂，唔係吹水佬。第一樣，亦都係最普遍、最致命嘅飯台上，絕對唔可以擺藥樽。各位老友記，你而家就起身去睇下你屋企飯台係咪堆滿咗降血壓藥、降血糖藥、鈣片、維他命。好多老人家甚至後生父母為咗方便，話吃完飯順手吃一粒，驚自己記性差唔記得呢個念頭，簡直係蠢到出汁。我問你，飯台係用嚟做咩嘅？係全家享受美食、補充營養、傾偈、聯絡感情嘅神聖地方，唔係你嘅藥櫃台。你喺飯台上擺一堆藥樽，飯未吃，眼先見到呢啲冷冰冰嘅藥，大腦即時收到一個負面信號，我有病，我離唔開藥，我係個長期病患者。呢種心理暗示比你吃10包毒藥仲可怕。你諗下，一家人圍住飯台，本來應該開開心心，結果一抬頭就見住藥，個身瞬間變得同病況一樣抑鬱。你胃口能好，氣血能順暢。老祖宗講過，心態係身體嘅最高統帥。你大腦認定自己有病，身體嘅免疫系統同防禦系統就會變得懶懶散散，唔肯做嘢。就算你日日吃有機蔬菜、名貴補品，對住呢堆藥樽再好嘅嘢，吃落肚都變咗垃圾，吸收唔到半點營養。我以前遇到一個老闆，身家幾千萬，日日吃降血壓、降血糖藥，屋企嘅飯台擺得同藥房一樣。佢成日納悶，點解藥越吃越多，身體卻越嚟越差？我直接同佢講，你每日開飯都係喺舉行我係病人嘅儀式，你身體每一個細胞都喺配合你生病，你身體點會好？後來佢聽我話，將所有藥樽都收喺抽屉入面，唔使3個月，血壓血糖穩定咗，精神都好咗好多。各位老友記住啦，藥係用嚟治病嘅，唔係用嚟擺喺飯台上添堵嘅。所有藥樽即時收去睇唔見嘅抽屉或者櫃桶入面。開飯時眼唔見心不煩，心裏清靜咗，身體先會安穩，氣血先會順暢。呢個係飯台風水第一大忌，唔好執迷不悟。第二樣，冷冰冰大尖大印嘅嘢，同埋崩口有裂紋嘅碗碟，絕對唔可以擺喺飯台上。而家好多年輕人學外國人嘅生活方式，或者為咗方便，將切生果嘅刀、剪刀長期擺喺飯台上，甚至刀尖正對住人坐嘅位置，仲話時尚方便。我睇咗都想鬧人。喺風水環境學上，呢啲大尖大印嘅嘢叫肅殺之氣、衝撞之氣。飯台最需要嘅係咩？係和氣。
和氣先能生財，和氣先能消化好食物，吸收營養。你擺一把鋒利嘅鋼刀喺度，金屬嘅冷光一閃，人嘅膽氣就會被嚇到，磁場就會被沖散。呢種磁場會令你喺外面做生意辦事情嘅時候猶豫不決，畏首畏尾，錯過好多發達嘅機會，仲會令屋企人脾氣變得暴躁，成日嘈交。你冇發現，如果飯台上有帶尖帶刃嘅嘢，開飯時大家傾偈都容易帶刺，一言不合就嘈起身。唔係大家脾氣差，係呢種冷冰冰嘅磁場係挑撥你哋嘅神經。仲有那些崩咗口裂咗縫嘅碗碟，好多老人家覺得可惜，話唔漏湯就可以繼續用。呢個就係典型嘅貪小便宜蝕大錢。老話有講，碗破財散，你唔知咩？碗喺傳統文化入面代表飯碗，亦都係你嘅事業同財富。碗破咗就係貧窮破財嘅預兆。從衛生角度講，裂縫入面藏滿細菌，吃落肚易生病。從風水角度講，佢日日暗示你嘅工作同收入不穩定，財富守唔住。我見過一個街坊屋企飯台有好多崩口碗，佢成日話賺唔到錢，做嘢又唔順利。後來我叫佢全部掉咗，換一批圓圓滿滿、乾乾淨淨嘅碗。冇幾耐，佢就升職加人工，財運明顯好咗。各位老友記，唔好為咗省幾蚊錢，掉咗全家嘅財運。崩口碗、鋒利嘅刀剪，今日就清走，唔好留。第三樣，假花、枯萎嘅盆栽同埋亂七八糟嘅陳年舊物，絕對唔可以擺喺飯台上。有些人為咗貪靚，買啲塑膠假花擺喺飯台中間，話唔使淋水，唔會謝。有些人心軟，鮮花枯成咗乾草都唔捨得掉，仲話留個念頭。我講句難聽嘅，你呢個唔係念舊，係喺引衰氣入屋，家居風水。最講究嘅係生機勃勃。假花係死嘅，冇生命冇磁場，擺喺飯台上就係喺放一堆死物，日日對住佢開飯，你嘅精氣神能旺盛，心情能舒暢，簡直係緣木求魚。枯萎嘅花代表衰敗沒落，佢會不斷散發凋謝嘅信號，暗示你嘅運勢走下坡，身體越嚟越差。呢種衰氣會影響全家嘅磁場。仲有啲人將飯台當成儲物櫃，堆滿未拆嘅包裹、過期嘅報紙、小朋友半年前嘅舊課本，上面積滿灰塵。呢個喺風水上面叫器物堵塞。你諗下，人嘅腸胃最怕堵塞，飯台堆滿雜物，就等於全家嘅器物唔順暢，器物唔順，財錢就入唔嚟，身體嘅垃圾毒素都排唔出，你話點會健康？點會有錢？飯台一定要空曠整潔，空咗先至可以裝福氣，乾淨咗先至可以生出大智慧。呢個道理，老祖宗幾千年前就講過：一屋不掃，何以掃天下？飯台都唔乾淨，你嘅財運同健康又點會好？假花、枯花、舊雜物，今日就清走，唔好留一絲衰氣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老友記可能會問：我屋企飯台冇呢三樣嘢，點解仲係運勢差、身體唔好？唔使急，我話過飯台風水，除咗台面、頭頂都好關鍵。好多人只顧住拆台面，卻忽略咗頭頂嘅隱形殺手橫梁壓頂同燈光錯誤。呢兩樣嘢搞錯咗，一樣好要命。第一，飯台上方絕對唔可以有橫梁壓頂，我反覆強調過好多次，無論係睡房、床頭還是飯台，都唔可以喺橫梁下面。有些人為咗裝修方便或者追求工業風，將飯台擺喺承重梁下面，呢個係大錯特錯。從物理學講，橫梁突出來會改變室內空氣流動，對下面形成無形嘅壓迫磁場。從風水講，呢個叫橫梁壓運，頭頂有座大山壓住你嘅運勢同身體，都好難翻身。你坐喺橫梁下面開飯，雖然習慣咗，唔覺得有壓力，但你個身體磁場每時每刻都喺對抗呢種重壓，時間長咗就會頭重腳輕、頸肩僵硬、偏頭痛，甚至氣血不順、胸悶氣短。我以前治過好多偏頭痛嘅病人，藥吃咗唔少，卻一直好唔轉。最後調查發現，全部都係飯台上面有橫梁。中醫講呢種情況叫氣滯，氣唔順，百病叢生。呢個係飯台風水嘅大禁忌，一定要改。第二，飯台上方絕對唔可以裝白色蠟燭形狀嘅吊燈。而家好多裝修設計師完全唔懂傳統智慧，為咗模仿外國風格，裝啲一根根豎起來白色嘅吊燈，仲話簡約好睇。
我睇咗都想笑。呢個唔係餐廳，係靈堂啊！老友記，我哋香港人華人嘅習慣幾時先會點白蠟燭？係辦喪事嘅時候。你將餐廳搞得同靈堂一樣，慘淡嘅白光照落嚟，喺風水上面叫陰森之氣。飯台需要嘅陽氣，消化食物需要熱量，冷冰冰嘅白光會令椰菜冇生氣，亦都會令屋企人性格變得孤僻冷漠，小朋友容易發噩夢，老人家容易發冷，身體差。正確嘅燈光，記住一個字：暖。一定要用暖黃色嘅燈光，就好似冬天嘅太陽，照喺紅燒肉上面紅得發亮，照喺青菜上面綠得誘人，睇住就有胃口，心裏亦都暖烘烘。胃口就係胃氣，胃氣足嘅人生命力強，命硬，少生病，多發財。仲有燈具形狀，最好揀圓形嘅，代表全家圓圓滿滿，唔好揀奇形怪狀大尖角嘅，好似大刺蝟一樣砸落嚟，會沖散磁場，影響財運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老友記應該急住問：我已經清走晒唔好嘅嘢，調整好燈光，點樣先可以招好運、聚財氣？唔使急，風水調理講究先除衰氣，再聚旺氣。下面呢3招係我壓箱底嘅改運乾貨，免費教俾大家。只要你做到，哪怕唔可以發橫財，都可以令全家和睦、身體健康、衣食無憂。第一招，揀對飯台形狀。如果屋企空間允許，我強烈建議你用圓台。古人講天圓地方，圓形喺五行中屬金，喺易經中代表官卦，就係天。你睇古代嘅銅錢，而家嘅硬幣，全部都係圓形，圓嘅嘢氣流順暢，冇死角，代表財運循環，生生不息。一家人圍住圓台開飯，冇高低之分，冇主次之別，平起平坐，氣氛自然融洽，和氣生財。呢個就係大團圓嘅風水寓意。氣氛好咗，飯就吃得香，脾胃消化好，吃落去嘅嘢都變成補品，身體自然健康。如果屋企空間細，用方台都得，但一定要注意邊角要圓滑，唔好買有尖銳直角嘅，有嘅話即時買防撞貼包好，避免衝撞磁場。第二招，飯台旁邊掛鏡子，財富翻倍。你留意下，或者生意火爆嘅港式茶餐廳、大酒樓，牆面都中意裝大鏡子，唔單止係為咗顯得地方大，更係風水秘訣。喺風水上面，鏡子屬金，有反射放大嘅作用，叫干煞之氣，用得好就能聚氣納吉，引財入門。飯台上嘅菜代表你嘅財富、俸祿同福薄。喺飯台旁邊嘅牆上掛一面乾淨嘅鏡子，等鏡子清晰照到台上嘅菜，就如將財富放大一倍，一飯變兩飯。呢個叫財富翻倍，而且鏡子仲可以照到全家開飯嘅笑臉，將喜氣都放大，屋企磁場越嚟越好，財運自然越嚟越旺。記住，呢個係屋企唯一適合放大鏡子嘅地方，其他地方亂掛反而會招衰氣。第三招，飯台中間擺生機，旺氣十足。藥精清走咗，中間可以擺一盤新鮮嘅時令生果，或者一盤真花。記住，一定要係真嘅，假花絕對唔得。蘋果代表平安順利，桔子代表大吉大利，橙子代表心想事成。新鮮生果散發嘅天然果香，能開胃健脾，舒緩心情。未開飯聞到香味，胃口就開咗，心情就好咗。呢個叫用生機供養全家。真花嘅生命力能帶動全家嘅磁場，令氣脈順暢，旺氣十足，比任何招財擺件都有用。但係記住，鮮花枯咗就要即時換，唔好留，唔好等佢變成乾草，反而引衰氣。呢3招簡單易做，唔使花幾多錢，只要你肯動手，好運自然上門。除咗硬件擺設，還有一個行為禁忌，比擺尖刀、擺藥樽更嚴重。好多人日日都喺開飯嘅時候，絕對唔好喺飯台上教訓小朋友。好多家長平時做嘢忙，一到開飯就開啟教訓模式，問小朋友考咗幾多分，點解唔聽話？我講句真心話，呢個唔係教仔，係喺毀佢身體、毀全家磁場。小朋友淨係開飯，你突然鬧佢、教訓佢，佢一緊張，體內嘅氣就會鬱結，飯吃落肚，唔單止吸收唔到營養，仲會變成毒素。長期這樣，小朋友會脾胃虛弱、面黃肌瘦，甚至性格孤僻、自卑。古人講食不言，寢不語。開飯嘅時候，只能講開心嘅嘢，稱讚菜好食，
一家人有講有笑，呢個先至係最好嘅家庭磁場，先至能聚氣、聚財、聚健康。我講咗咁多，驚大家聽到後面忘咗前面，最後幫大家總結3點。嗱，個小本子記好唔使多，做到呢3點，你屋企飯台風水就及格咗，運勢同身體一定會越嚟越好。第一，清雜物，飯台唔係儲物櫃，藥樽、尖刀、假花、枯花、舊雜物全部清走，保持空曠整潔，空咗先至可以裝福氣。第二，調燈光，拆咗白色蠟燭燈，換暖黃色圓燈，照得胃氣足，心情暖，磁場自然旺。第三，養人氣，開飯唔嘈交，唔教訓人，多擺新鮮生果同真花，一家人有講有笑，和氣生財，和氣養生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句真心話。我做咗幾十年風水，見過無數家庭，有錢嘅、冇錢嘅、健康嘅、有病嘅，最後發現世上最好嘅風水，從來都唔係名貴嘅擺件，亦都唔係懸浮嘅方位，而係全家人嘅一顆心。飯台係全家人心聚得最齊嘅地方。如果你住住幾千萬嘅大別墅，吃住山珍海味，但飯台上每個人都各懷鬼胎，或者低頭睇手機唔傾偈，呢個家遲早會敗落。相反，如果你住住細單位，吃住粗茶淡飯，但一家人圍住飯台，有講有笑，互相體諒，心懷感恩，呢個家嘅歡聲笑語就係最強嘅能量。呢份互相照顧嘅心意就係最好嘅聚財大陣。我以前遇到一個姓黃嘅老闆，做外貿生意，身家幾千萬，住大別墅，專門請風水師睇過大門同財位。但佢嚟找我嘅時候，要屋企人扶住，未到50歲，面黃肌瘦，冇晒血色，眼神散散，吃咩都想嘔。醫院檢查係慢性炎症同嚴重焦慮症，藥吃咗一大堆，人卻越吃越瘦，連白粥都唔敢吃。我第一眼就知道佢屋企飯台一定有問題，佢仲唔信，話自己屋企裝修金碧輝煌，風水冇問題。我同佢去咗佢屋企，一入餐廳我就全明白了。佢將可以坐10幾人嘅大飯台，左邊堆住小山一樣嘅合約發票，右邊堆住小朋友嘅書包玩具，中間擺住隔夜鹹菜同一大堆藥樽，留俾一家3口開飯嘅地方只有巴掌大。我當時就鬧佢：你呢個叫開飯？你係喺垃圾堆入面搶食。每日開飯，佢左眼見到嘅係生意壓力，右眼見到嘅係家庭焦慮，中間見到嘅病氣。喺風水上面呢個叫朱雀蒙塵，飯台被雜物堵死，氣物唔流通，吃落去嘅唔係飯，係壓力、焦慮同病氣。佢個胃唔單止要消化食物，仲要消化負面情緒，點會唔罷工？佢後來承認，自從屋企變成咁，公司業務一團糟，成日同大客嘈交，好多大單子都傾黃咗。呢就係壞環境影響人，人又影響壞運氣。後來佢聽我話，清走飯台所有雜物，收走藥樽，換咗暖黃色圓燈，擺咗新鮮生果。開飯嘅時候同屋企人傾偈，唔教訓人，冇幾耐佢嘅身體好咗，公司業務亦都慢慢好返，財運越嚟越旺。各位老友記，風水唔係迷信，係老祖宗傳落嚟嘅生活智慧，係環境對人嘅影響。你屋企嘅樣子就係你嘅樣子，屋企乾淨整潔，磁場好，你嘅身體同運勢自然就好。屋企亂七八糟，衰氣重，你嘅身體同運勢亦都好唔到去。今日我將呢啲乾貨講俾大家聽，唔係為咗賺大家錢，只係想幫更多家庭擺脫衰氣，迎來好運。老話有講，獨食難肥。好嘅嘢要同身邊人分享，呢先至係積德行善。如果你覺得我講得有道理，對你有啟發，就動一動手指，點個讚，轉發俾你嘅家人同朋友。也許你呢一轉就幫到一個正喺困境中嘅人，幫到一個破碎嘅家庭，呢份福報最終都會回到你同你屋企人身上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改變風水首先要改變自己嘅心。飯台乾淨係態度，家人和睦係福氣，心懷感恩係好運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能擁有一個乾淨、溫暖、旺氣十足嘅飯台，全家平安健康，財運亨通。我哋下次再見。